各位牧者、導師、來賓、主內嘅弟兄姊妹，你哋好！我係第27屆港島區常青基礎班學員何鳳群，所屬嘅教會係基督教書道會北角堂。信主之前呢，我時時感覺到憂慮同埋不安，但係自從認識咗主之後，我學會凡事交託，心裏面呢漸漸就充滿咗喜樂同埋平安。因此咧，好多時都希望將呢一份咁好嘅福音傳俾我未信嘅家人同埋朋友，亦都希望佢哋真係得到呢一份祝福咯。但係喺現實之中，我其實一直都唔敢講福音，因為覺得自己表達能力不足啦。當人哋提出問題嘅時候，甚至無有負面嘅回應嘅時候，我就好容易退縮，即刻唔敢出聲。感謝神喺團契之中咧，牧者經常分享佢帶領人信主嘅見證，每一次聽到我都深深被觸動，亦都提醒我傳福音其實係每一個基督徒嘅使命。今年年初我參加咗教會舉辦嘅佈道訓練，完成咗之後，我仍然覺得唔夠紮實，信心亦都未曾被建立。後來得到一位姊妹嘅鼓勵，我就報讀咗短宣中心嘅訓練課程，希望更好咁樣裝備自己啦。呢3個月頭嘅課程其實非常之密集同埋充滿挑戰。我哋要學習用珍貴福音圖文並茂咁樣同佢哋傳講福音，亦都要熟到每一份嘅福音單張，同埋好靈巧咁樣隨時咧就拎出一份合適嘅福音單張同對象嚟到攀談。我哋更要走入人群，無論去食肆啦、公共交通工具啦、公園啦，甚至冇喺福音對象嘅屋企，主動咁樣同陌生嘅人展開對話。對我嚟講，其實壓力好大，時時覺得好緊張，甚至冇覺得自己做得唔係好好。但好彩有師姐陪伴住同埋鼓勵，亦都有導師悉心嘅教導同埋提醒，佢哋更加時時提醒我要多啲禱告，依靠神。完成咗課程之後，我有幾個好深刻嘅體會。第一咧就係裝備真係好緊要嘅，所以你哋要報讀啊。過去咧我就覺得自己講得唔好啦，咁就退縮。但係其實福音就係神嘅話語，只要好好嘅預備，清楚嘅表達，就能夠幫助人哋去明白。我亦都學會唔好害怕人哋嘅反對或者拒絕，因為傳福音根本就唔係一個辯論比賽，而係要同人哋建立關係。更重要嘅就係傳福音唔係靠我自己嘅能力，而係依靠神嘅帶領。我只需要忠心咁樣同人哋分享，結果就交翻俾神。喺課程之中，導師同埋同學嘅見證，亦都讓我見到神喺唔同人嘅生命之中嘅工作，以及佢哋對靈魂得救嗰種嘅真誠同埋愛心，呢啲都令我非常嘅感動。雖然我過去曾經有失敗同埋遺憾，但相信神仍然會使用我，因為佢已經喺我生命中賜下平安同埋喜樂，所以我深信佢會透過我嘅見證，讓到更多人認識佢。願意我喺日常生活之中能夠更勇敢咁樣為主作見證，將福音傳俾身邊嘅人。願榮耀頌讚歸於天上嘅父神。多謝。